自由的百科全书，维基百科全书，古腾堡计划也可以，古腾堡计划网站也可以下载，还有中国的古书呢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2022年9月上旬过世了，在位70年了。大概1952年，中华民国41年就任当女王了。棒球投手，这个泰文。